份玉钗封，人面燭光相讓紅。別後如話今次見，喜無高木為誰紅？笑倚花間玉迎春風，並穿花間見冰服夢捧心又並恩動鑑，但願長留粉蝶桃花叢。晚妝淡送風姿綽約，艷遇絕世容。欲見珠釵今生今世莫嘆飄泊，三載怨恨盡掃空，相映笑容不與蹤。大威爺爺有命，把嚟賊棍呃反虎堂，一拉在君如兄，太尉知道你重返聖葉坊，非常震怒，還咗家預備花燭之言，要你歸府就親，恐怕你呢對有情人難與同偕好夢啊！十郎夫，想當日花與墨香之事也不祥之預，不料應於今日啊！縱使薄命非花郎薄幸，落花難成狀元。哎呀，小玉妻，但求一醉論上愛，歷年一見太紅重啊！但求死別再浪漫，難受生離分差一痛。外山爺爺，外山爺爺，外山爺爺，我哋本嚟俾太尉爹拉咗去啦。俾邊個拉咗去？太尉啊，你知唔知啊？我知道啦。去啦！小姐，外山爺爺嚟咗啦！黃三爺爺，十郎俾太尉拉咗翻去同佢個女成婚啦！霍小玉啊，蠢材！十郎既未負心，你仍是狀元之妻呀，大可回復郡主名銜。大鳳冠披下配啊！待十郎重婚之日，你不妨大搖大擺闖入太尉府內，據理爭科。縱然是受屈而死，也使得光明磊落啊！老謀有事在身，不能久留，告退了。婚禮吩咐，恭喜太尉
免啊！今日乃是我五女兒現正於歸之日，亦即是李參軍入罪之時啊！所以召集各位此世歸來，共聚倫常之喜，相言道禮不可廢啊！係在我曾命你去花樓向十郎遞上詩篇，咁你可曾辦妥啊？經已辦妥。人事，這詩篇我萬萬不能接受啊！嘿，十郎啊！詩禮樂唯待一聲傳，喜行話有啊，黃金咩面，好白雲英嘅學少年，人賴錯咩花，花足嘅啲。君家雖高，父母屈賢，苦聖人曾指點，書生難背，聖人義獻，北旁圈草，應在遠。哇！當日緣何九合並頭年，你可曾當呢着？你為娘親呢亦你講此乃罪差人意，十差員大父根呢心難斬斷。為差情重抑或我情願？我自有功勳仇恩難免，仇恩難卻半子遠最公狀啊！我非所願。咁交杯酒呢？酒難填，阿小玉佢若然遭被選，十路相拍開花田。哇！呸！大間重劍翻堂先，茫茫奏唱金連點。茶水吧，姑爺請。皇后哥哥，我哋小姐報門啊！報上名來。請報說洛陽郡主霍王女七品漁人狀元妻霍小玉登門叩見啊！姑娘請稍待。間煩呢？
爺換我有個女子幫門。哪一個女子幫門？報洛陽郡主霍王女七品漁人狀元妻霍小玉拜門求見。霍小玉竟敢找上門嚟嘛？好，就剩十郎不在，將煙花傳見啊！我要將佢活活打死，以泄我先頭之恨啊！冤啊有恨！識間霍小玉，他相當中堂，你哋見應了打，見人也要打，將他打呀！我知，再將此女子傳上堂來。知道。站着。是。此女子說道是霍王之女，是狀元之妻啊！他怎樣打扮？回稟爺爺，霍家女子報門之時，頭戴白髮冠，身穿紫繡帽。想朝廷有禮，不能夠棒打身穿紫繡之人。霍小玉至少淪落風塵，未懂朝規啊！到底他受何人主事啦？王子，在出外復答，說到爺爺都不下見客嘅，我立即吩咐樂師就出鸞鳳和鳴一曲。但凡女子啊，佢心胸必然狹窄嘅，聞聽此曲，哪有過門不入之理呢？佢若入門時，我落他一個闖籍嘅罪名，先徇其冠，後棄其袍，也是一般，要佢死在無情旁死啊！去吧，知道。堂前用那個糟糠苦，十郎靈以名亞來馗。人來，把參軍加吧。本沙何以入部多時，尚未見有回報氣咯？爺爺有女於歸之日，你參軍入在成龍之時，堂賊早已收回，爺爺再不見客。無天年女子有亂，心眼一切，那
女狀元妻霍小玉向太尉老大人請安啊！呸！老夫番是霍王族譜啊，未見話霍王有女啊！我再次點閱長安姻緣冊啊，未見話狀元有妻啊！你啊，不過是聖葉坊一名過妓啫。你咁一蒼直嘅罪名，難逃赦免。太尉老大人，霍王之女不在於族譜，而在於天道人心。離霍之婚不注於姻緣冊，如注三生石上。到底我霍小玉是狀元妻，都還是張台樓？你又何必翻閱姻緣簿冊呢？要可問問堂中，我因為你狀元人事，我哋有3隻烏斯蘭盟心之句為證。小玉，你俾佢睇下啦。太尉老大人，若不嫌兒女私情有污清鑑，請看盟心之句清通日月。嘿，牛欄狗合事啊！老夫都不屑觀看。李益啊李益，我言你不愛娶瓊枝，偏偏要亂設病戶個名字。太尉老大人，你位列山台得龍望眾，是不應將這卑賤之言往街輔導人家噃。想霍小玉雖是落拓寒微，但我早具捨命殉情之心，我亦知道從一而終之意。想太尉千金，自多詩書爆讀，令不聞不落得一真夫之嘅你為民父母，佢或不要一次世龍拳啊！你既要爭回十郎，老夫要先奏上金鑾，然後發長還你。人事，我利益死何足惜呢？你誣蔑我願承反唐之罪，但求你把我親娘赦免啫。十郎啊十郎，老夫有包庇心，但人無成全之意啦。你想你娘親榮華富貴，就抑或想個逐刀頭之位？你問一問了為霍小玉，因為佢有生殺之血。這四王爺駕臨，卑職由膝遠迎，望其恕罪。罷了。老太尉
前跪有一男一女，究是何等樣人啊？未說姓名，先問朝廷律例。如有一人竟在關外吹台，提有犯事，試問該當何罪啊？論罪當誅九族，好過當誅九族。啟稟四王爺，階前下跪，就是提先犯堂啫。參軍理卻有來。每凡進門之時啊，堂後官聲聲言告，說到太尉今日有累於歸之時，就是參軍利益成龍之日。太尉，你既知參軍有株連九族之罪啊，因親機亦受株連之列啊，為何以女妻之啊？老太尉，本凡對於律例都不甚明了，今日特此過門請教。老太尉，試問有一官員，此世欺壓豺狼，強人氣糟糠，重分配，更逼一老秀才為媒，草菅人命，論國法，又該當何罪啊？罪該切職。好一個罪該切職啊！老太尉，本凡道聽途說嘅，聞得有一個窮酸老秀才被你逼作淫媒，才有使於你亂拍之下，何有此事？四王爺，卑職位列三台，並無不犯啊！試問此事有何憑據啊？證人在此。快整一嚟！四王爺，老太尉強迫故友為媒，將崔允明亂棒打死虎堂之中，草草埋屍，乃是夏兄親眼所見啊！好啊！黐咗！四王爺，太尉逼我氣糟糠，重分配，今以崔台感恩舉報你呢種。但死嚟！崔呢君，天一差，威媒人撮合，只差一員，玉女殷勤，父子燕，白髮嘅還歲。伴彩一亂，人嚟在花燭葉，有4個左右，待等婚禮完成，把太尉押返朝廷。